我们2个同时入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蛮开心的，因为我就认为啦，不管是谁得，我觉得都是骗人的，对。都是骗开玩笑，没都是开心的啦，因为我们都是代表我懂他嘛。如果不想的是骗人的，不想的是骗人的，当然都很想要。对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希望还是开心，然后也代表整个婆婆的团队，对，我觉得是整个团队的荣耀。对，我就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一定要把得奖感言想好，因为就是你会觉得不可能，然后你真的我完全没有想，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哦，真的哦。然后后来想好了都没有得了。下次不要想。到底还是？但是我还是觉得要想好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，就是不想上台。然后对，然后你想要说，我可以被上诉，然后我这次想好，我要好好表现，所以还是要想好，一定要想好，一定要想好。过来人。对，要想好，想好他。2位有开始想了吗？今天我就开始。我从出道就开始想，对，17岁的时候就开始想，只是加减而已。越来越长。然后后面就不敢想。不过这次都是他们俩第一次入围，真的很开心。无论如何，请你们兄弟2加把劲，一定要掌握我们家，好吗？希望可以啦，希望。那第2个有做一些什么与神的一些就是拜拜干嘛之类的，增加一些运气之类的，就开始养小鬼了。请朋友从泰国，没有开始养小鬼，请朋友从泰国寄一尊回来的。对。对，就那天有安慰一下2哥吗？没有。我有安慰他，因为我觉得他是我的遗珠。就除了苏伟还有他，2哥我觉得也是遗珠。然后我还有安慰大美，我觉得他也是遗珠，但很难嘛，因为入围真的很难，因为太多人，然后都这么厉害的人，我有私底下安慰他。干脆我们内部自己办一个，他们这是霸凌吧？有邵伟，因为当初播出的时候，大家有很惊艳他，但他就没有入围。我觉得他心里会有点失落了，难免。而且2个兄弟居然没有他怎么回答我？他说：“哎呀，这群主怎么讲？”他说一定是骗那个妈妈还是什么？对。他说你们2个偷偷拿钱去买通，然后忘了揪他，对，就很角色的这样子。对，这是在流汗。因为入围就真的很开心的，毕竟就是一个肯定。最近要注意胎梦。胎梦什么意思？第3胎吗？对，不是开玩笑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最近要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梦。真的吗？我那时候得奖前，我真的有做梦。梦到什么？就是很奇妙，我梦到相反的梦。我梦到说我去学校考试，然后考0分。我觉得那后来入围有做梦吗？没有了。所以我才说最近要注意胎梦。你说什么？你之前有梦到胎梦吗？有，忘记开玩笑，就是有做梦吗？我早上起来，奇怪，怎么一些东西遗落在那边？你拿的时候有没有？好像有类似，但我好像也每次都会梦到一点什么。哦，真的哦，我是后来都没有，所以我才说这是一种 sign。我自己的啦，自己说最近看有没有应验，就是感觉。我记得上次拿奖是好像有真的有，我媒体写过，我忘了，好像是我梦到我全部共估了。我也是的耶，所以对，相反的就对了。我梦到对哦，因为那2次是男主跟男配一起录，对，然后我梦到2个都共估的。考试考0分。好像是。所以我们要日有所思哈。对，很有趣哦。开始注意自己的梦。对，而且还要梦到没得哦。好奇怪，就是这是我的经验。对，我刚好也这样。对啊，分享。梦到有得会很不开心。吓醒！我在做噩梦，我梦到我得奖，惊醒！重来一次。对，重新睡。